待会可以去取用。我们休息15分钟，因为刚刚占用5分钟。然后在茶水区的正后面那边有我们的签到哈，那我们有签到又要签退。所以待会大家不有空去做签退哈，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就不用再做签退。然后呢，今天有要在这边做住宿的职工们呢哈，那个男生前大哈，我们就在这边的楼梯上去，2楼2之1、2之2都是可以住宿的房间啊。那分到就是从这边楼梯上去2楼2之6、2之7啊。那您请领在我们6点要合照的时候顺便提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寝室那边哦。那刚刚有发给各组。观管不足会疲责，皆有所必常于不必为己，不必而不及，道解万劫而不作，物外物而不避，是谓大同。真的好棒哦！来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爱的鼓励起来。好嘞，大部分的班员都已经就座了，那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不讲师2分钟的时间。谢谢我们的会议哈。那我们现在呢，假装呢我们现在在读经班。那刚刚呢，我已经上完了第1阶段的国语。那我要欢迎第2阶段的老师呢，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介绍，我们这时候呢就用爱的鼓励来欢迎唐诗的李老师，爱的鼓励。欢迎，我们一起说要做李老师啊，欢迎。欢迎李老师。谢谢吴老。这样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交接，就是读经班的交接，就是当我们一般呢从8点到9点半，我们会规划4堂课，或许3堂课，不一定20分钟，看孩子做就是你的班级学习起来比较多还是这样哈，20分钟1堂课，中间都不下课的，要上厕所的，右手食指怎样？第一是老师，因为我们巡场人员有这个王老师嘛，会请他去厕所。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带了刚刚我现在就不提醒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录影呢很棒，小朋友真的好优秀哦。那我们要欢迎下一堂的老师，唐诗老师、李老师，来把课本准备好，唐诗翻开，请翻开课本的，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说了，来课本的第几页来？我们看一下唐诗示范第几页。好，把刚刚的录影课本放到抽屉底下，加入唐诗放到课本上，翻开唐诗示范第几页？假装这一堂课是唐诗的，来第几页？第16页。好，翻开课本第16页，我们爱的鼓励来欢迎李老师，双手借给我，爱的鼓励，欢迎李老师，谢谢李老师，好。我们境内陪团师，还有领任，还有讲师们，还有各位志工伙伴们，还有所有的工作前贤们，大家午安。讲师午安。好，我们非常谢谢吴老师。各位亲爱的前贤们，大家午安。讲师午安。哇，真的，就如同刚才那个吴老师所说的，我们真的磁场相当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呢，真的好认
班，他们叫我李老师，所以我一个礼拜有6天的读经班，因为我乐在其中。那我今天要来谈一谈，我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早上是来自于花莲，我好喜欢台南，为什么？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哦，我是台南人哦，所以我为台南人为荣，好，我们这边鼓励一下。真的是感觉好温馨哦，只能讲一句话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回娘家的感觉真好，尤其看到各位前贤哦，那么认真的样子哦，我是充满着满满的感动哦。那真的是到台南哦，是从我们从花莲，然后台南到的时候，我心中就非常的高兴啊，那种就感觉好像是久别故乡，然后回到故乡那样子，感觉很开心，很温暖。那现在内心还是充满的满的温馨。那我刚刚说到说，我一个礼拜有6天读经班，3天是学校，是2、3、5，然后社区读经班的时候是3、5、6，我乐在其中。那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读经呢？就有些贤就跟我讲说，我一个礼拜6节太多了，能不能少一堂？可是我想了一下，我不管我跟着哪一堂，我都会很舍不得哎，因为小朋友真的是相当可爱，尤其在学校那真的给我满的感动啊！因为就想到学校，我现在在讲我教育的当中，我现在体会一个小故事好了，这个故事叫做南瓜王的故事啊，因为有一个很会在外国有一个很会种南瓜的南瓜大王，他因为在那个国度里嘛，他们每年都会举办南瓜比赛，看谁种的又大又好又漂亮这样子。然后每年举办完后，颁奖完毕，他一定是总冠军。但是呢，这个南瓜大王他很特殊的，就是说他每次颁完奖后，他都会送好几把的南瓜种子送给希望想要回去种的人。他是不是很慷慨？然后就地的就很他们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舍得？你这样子，你把南瓜子送给别人后，那别人把这么好的品种南瓜子送下去后，那明年冠军不是别人，你不怕以后冠军保送到别人吗？小大家会不会这么觉得？会哈，说，嘿，我冠军我喜欢分享，但我送给别人的话，明年冠军不是我，那怎么办？就有失落感。结果大家知道南瓜大王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其实我希望我年年得冠军。那我希望我年年得冠军，所以我希望把种子送给别人，因为尤其是我隔壁田，我更要送给他。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南瓜跟我讲说因为我把好的种子送给我的种子给我生化，然后他以后看到种子品种是好的，我的品种才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才会有好品种。大家有没有道理？有哈，对啊，所以南瓜大王是这么有大不一样啊。那相反的，在一个种玉米田的一个农的例子啊，一个故事，一个很会种玉米他种的玉米多水，真的很，而且又香又甜，然后造型都很整齐，很漂亮。然后他种的品种很好，又卖得好价钱。结果就有人觉得很羡慕啊，就是说，哎呀，莫先生，你种的玉米的种子那么好，那请问一下，你能不能把那个种给我好不好？可以给我吗？结果这个农夫就说，我这个品种不随便给别人的，这个只是我的专利，就这样子。后来很多人跟他要他的那个品种他从来不给别人，因为他觉得说，只要我好就好，我给别人的话，那以后我价钱就没有办法卖这么高了。结果很多人都蛮失望。结果呢，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结果有一天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家知道怎么吗？他原本很丰硕的这发水的玉米呢，奇怪，为什么一年不如一年？然后怎么越来越小，而且种子没有以前的那么漂亮，就是它的果实是不漂亮的，这品种就感觉大大小小差很多，没有像以前都是那么的整齐。大家觉得很奇怪，那个农夫看就很纳闷，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子吗？是天气的关系吗？还是空气的关系？他想了想，觉得好
得我们的爱心妈妈，我常常就跟妈妈就是分享一个经历，说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大家希不希望？希望。希望对不对？我们孩子是最好的，而且是品德是最好的。那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入平安？希不希望？希望。希望。那我们希不希望社会进化社会？希不希望？对，我们希望社会是祥和的，对不对？对，那我们想要社会祥和，我们孩子优秀，我们孩子安全的话，要怎么样呢？就像父母一样，就是我们假如大家都做好的话，就不用父母3000，因为每个小孩子从小就做好扎根教育，那从小就好好的读经，因为读经是一辈子的事。读经我们虽然看他很小，可是他从小这个种子在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发芽，会发芽以后，他就以后等他长大的时候，是非善恶，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如何分辨的时候，他会选择什么？他会选择圣贤的、是的地方、善的地方去做，对，他就不会说想要东西取巧了。所以这个是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还有家长就是说，那小孩子读经到底几年才见结果啊？其实有专家说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是一朵花还是一棵树？大家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朵花还是一棵树？大树。为什么？百年树。树长久，对不对？那花开很快就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扎根越深的话，像树越扎根的话，它就长得越好。譬如说，要我们台北不是101大楼吗？你要盖101大楼，你的地基是不是要101大楼的地基？是越高的大楼是地基要越深，对不对？要越扎实。对，那读经也是一样，就是读经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扎根教育啊。所以我乐在其中啊。那我简单讲一下，因为什么？我刚才讲说我1个礼拜有6堂课，那我为什么乐在其中？因为我刚开始进入那个班级，尤其有的时候是3年级的班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因为那班老师他是选读理的课程，然后呢，每个人都把书拿起来了，但是其中的小朋友他书都没有拿起来。后来我想对爸爸说，今天有盖书的小朋友，你可以盖1个章。后来呢，那个小朋友就很快从书里面把书拿出来，他有盖如律，因为2、3次了，我都一直以为他没有盖如律。后来这样说，他为了1个章，如律就出来了，对，就出来了。然后从那一次以后，然后我发现原来他不是没有盖，他是有盖。然后只要有良好动力就有1个章。后来我又说，小朋友，你们读经小组也做得好啊，你可以盖1个章。后来他很认真的，结果这小朋友呢，他起先呢，他说大家都输嘛，后来他有拿起来，但是怎么样？大家就很认真的读赢哈。但是他做什么这样呢？他在玩他的玩具，而且他每次玩的玩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子？后来我跟老师谈了一下，才知道说这个小朋友本身是过动的。然后老师说，因为过动了，然后吃了药以后，同学们就记不起来。后来我就想说，读经教育对过动的很有效，我一定要花一点心思在这个小朋友身上。结果我一直鼓励他，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受小朋友欢迎，因为他都与众不同，别人很认真做，他都玩他的。后来我就一直鼓励他，他一点小好的，我就请同学给他热烈掌声，所以他都越来越有自信，而且他发现这个过动友他记忆力超好的。有时候我就说，什么小朋友哪一句现在已经可以不用看书的小朋友去做，他很快就会，他记忆力也许比别的小朋友还快。后来我小朋友就说，这小朋友那么厉害，我们给他热烈掌声。他越来感觉说，我不再受排斥，而且我能力也那么好，原来我自己这么棒这么好，后来就很有信心了。后来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后来奇迹发生了。有一天下课以后，我们是晨光时间，去早自修的时间。那时候我要回家，我就跟小朋友再见，有妈妈要回家了祝我跟小朋友健康快乐这样子。我就说我准备要书本拿着，我要离开教室了。结果那个小朋友就对我举手都说，东东妈咪，谢谢你带我们读经。从那一次我每次都这样跟我讲。这个小孩子他在读经当中找到他的自信，而且觉得说他自己也真的很不错。所以你看，就是迷人的地方。你看一个过动儿从不想读经，完全小朋友变成那么热衷读经，而且他每次现在读经都做得很完整。
做得很好。你看一个小朋友是这样小朋友，然后变得这么好，所以我们假如各位在座的前几道是我们是读经妈妈，我们是读经老师，我们是不是会受感动？会觉得说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座是读经的老师，请举手。目前，哇，我们给这些读经老师热烈掌声，谢谢你们。希望目前是这些，下一次也许你的话，希望全部所有的学生，好不好？哎，真的，只要我们有去做，就像那个亮老师说，零跟一有什么不一样？零是没有，一就是有开始就有希望，对不对？那我现在简单谈到这些哈，那我们现在谈说，有的老师他还是很想推广，像有些妈妈就觉得我今天听说很好，那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有的老师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很迷人的，像我们花莲是在一个花莲最大的学校，很多老师他都利用晨光时间只要那一班有带读经的班级那一班走过去那一班的规矩一定特别好，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奇妙，就是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专家说读文理的小朋友他规矩会很好，然后读老子的小朋友他就是会怎么样？他就会很快乐。然后读唐诗的小朋友呢，他就是很会做文章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希望说，我们也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读经老师，希不希望？希望好，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那其实读经要如何开始呢？很简单，就是说小朋友请跟我念几个字，小朋友请跟我念7个字，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开始来上课了那各位亲爱的小朋友，那对，但是我们要上课之前，我们请各位写我们要跟我的妈咪配合一下，小朋友们我们在做我们1、2、3变。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现在变成小朋友了，好不好？那我们的年龄有几岁？大家知道吗？个位数，好不好？譬如说你是53岁的小朋友，那你几岁？30岁对不对？好，小朋友你就跟我说，那请问这位姐姐，你今年几岁？30岁那请问你几岁？你几岁？30，那你就是30，算3岁，好不好？就是对。好，那请问这位姐姐你几岁？3岁，跟我抢到3岁，哇！好，那我再请问大家，人的记忆时段几岁到几岁？3岁到1岁到13岁，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在国小的时候跟小朋友讲，其实他们有都是1到13岁，所以他们记忆最好。我说有在1到3岁举手，我就举手，说你们要把握住你的童年期时段，大家要好好的把你的好好的充分利用那各位，只要你们认真的话，当我有神奇的手。就会神奇的手就感应到你们脑当中，你们就变成金头脑我们要不要试看看？我们会不会变成金头脑？要不要？好，一个口令的动作，好不好？好，读经小口诀经过念知识作证，经书摆正，左手压，
上，而好作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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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之有也，谓之有也，谓之有也。谓之有也。君子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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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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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为人之本于，其为人之本于，其为人之本于。其为人之本于。好，其实呢，我们真的读经本我们都有注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注音。有的时候那个音都是破音字，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注音念，好不好？而且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老师在家里可能要先复习一下，不要说念的时候，常常老师有太多的错字这样子，可能真的要先复习一下。而且就说我们一般来讲可以念老师念一句，小朋友念一句。那我习惯就说我会念2句，为什么我会念2句？因为我的读经班有的小朋友像社区读经班，有的才刚会讲话而已，才刚3岁而已，他们不认识字。那假如说念2遍的话，第一次念2遍的话，他们印象会更深刻。会更深刻，所以真的是效果会很好。那有时候可以，这个方法很多，那也可以男生念、女生念这样子，男生念一句，女生念一句，这方法蛮多的。那也可以说老师念下一句，小朋友接下一句，这样子。好，那现在老师念下一句，小朋友接下一句哦，准备好了吗？好。学而第一，子曰。学而第一，子曰。不亦乐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其为人也孝悌，贤矣。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哇，小朋友念得很棒哦。那小朋友念得很棒，因为来讲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爱的鼓励。为什么用爱的鼓励呢？因为大家有听过拍手功能没有？当小朋友他有这样子爱的鼓励以后，他精神就来了。对，有的小朋友他也许第一次他没有办法学，就是静下来，但他至少会学到爱的鼓励啊。有的小朋友会乐在其中。那就刚刚像那个吴老师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小朋友乱跑，我们不用担心，没关系，这过一阵子就好了。像我读经班有的小朋友有一个那时候好像是。可能还没读幼稚园，然后妈妈是带他姐姐来上课，结果小朋友他固定只能做差不多10分钟。我想说，我一定要提升他的这个注意力啊。结果我就跟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国中的数学老师，我就跟他讲说譬如说那时候教唐诗嘛，我就说帮你试着说我们的进度。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教第1篇，妈妈，你今天不只是说让复习今天教的进度，每天读5篇，然后而且你也最好超前的进度，这是一个重点哦。尤其是对不认识的小朋友，你让他超前的进度，他第2次来，慢慢他就坐得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会读，然后因为他不认识字，然后我们读的话，他会跟着读，他就有成就感。那他不认识字的话，假如说他回家又没有意习的话，效果不好。所以大家可以试看看，对于还不认识的小朋友，我们可以让他先意习这样子。真的像我相当好，像我还有另外一个读经班小朋友，都超小，2、3岁而已，长恨歌、琵琶戏都背得滚瓜烂熟，背得很熟，而且比我们想象中的好。结果后来你跟我说那个跑来跑去那个小朋友，后来我就跟妈妈说，你看超前进度，而且有时候甚至就是就是让他练，比如说你大龙篇啊，或是让他有个成就感，或是念那个诸葛亮借的书小篇的，让他有成就感，或是甚至还可以练《将进酒》，因为《将进酒》他念起来就很有韵味，小朋友都超爱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说，你只在当中，你把《将进酒》背会的话，开学的时候李老师会给你一个小礼物啊。后来开学的时候不得了了，他这个《将进酒》真的倒背如流啊。后来呢，从那一次他会背《将进酒》以后，奇迹发生了，他20分钟以后，半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坐不住了。你看，本来是只可以做20分
写，当时大家姐姐来读，后来姐姐因为要写的才艺没有时间来，但是她妈妈坚持说弟弟还是要过来。结果后来呢，弟弟现在读的超多的，后来的姐姐的课文姐姐没背起来，然后姐姐念的时候弟弟在那边听着用，后来那篇课文谁先背起来，大家知道吗？弟弟就背起来了，哇！那姐姐好羡慕说弟弟的记忆力为什么那么好？你看后来啊，他们说真的读经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而且小朋友真的他们真的还很会应用哦，真的。待会有时间再讲一些很好玩的例子，真的，你会感觉说，哎呀，小朋友你的潜力真的超级无穷哦。那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说，我们读经要带得好，最重要说一定要验收，一定要验收。为什么验收呢？因为你要验收，验收是属于适当的压力。今天假如说我们今天读完，老师再见，下次再来还是都没有读的话。这个小朋友一来不久，为什么？他觉得没有兴趣。那会很扎实的读的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他都会背了，上个礼拜教的他都会背的。那有时候我们不想背，我们就说，哪一个小朋友，不用看书会念的小朋友，你到前面表演。那我们真的请小天贤出来表演好不好？真的要验收好不好？好，那待会假如出来那个，我会帮你盖章这样子。真的，好，很简单，我们就念这一句就好了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好，我们请志刚会有请小朋友出来表演好不好？好，比如说我们上礼拜的进度就回家了，今天是到上课之前，我们今天请小朋友出来表演。好，好了，有没有这方面有的？有没有？有没有2、3个？有没有？好，我欢迎来，真的，但我准备小礼物给你们啊！好，来，来，快点，我们希望小朋友勇敢、有信心，我们就像天做好这个榜样，好不好？好，那好，3个而已嘛，还有没有？有没有6个？好，再找3个，还有没有？好，第1个而已，这句叫不亦君子乎而已。好，我们欢迎你们所有小朋友，好，好，出来，各位小朋友很神奇哦，只要你们唱出来哦，国光普照，你们会更聪明哦，真的哦。好，1、2、3、5、6了那我们读经班的小朋友是最有礼貌、最有规矩，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礼正敬礼，好不好？先当开口令，第2个开口令，礼正敬礼，礼正，大家好，好，给小朋友鼓掌声。好，我们会一下，好，子曰：“学而时习之，1、2、3，备开始。”子曰。哇，好棒啊！你在这里来，哇，好棒哦！好，所以这几个小朋友，我们可以盖6个章。好，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记得好，要来送你们小礼物哦，一定要验收。那你们这样讲会有成就感？我们问一下，会有成就？有，为什么？因为又比别人可以背更多的解释。哇，这个真的要验收，而且你有验收的话才有成果，而且家长其实当小朋友出来表演的时候，谁最紧张？大家知道吗？在座的家长，他会觉得说，别的小朋友会，我这个小朋友还不熟，然后他下一次就回去还会背了，一天至少要练5遍的，真的。那假如没有验收的话，来回去的话，效果很少，真的。所以一定要验收。不管是用什么方法验收都可以的，甚至是1对1的，或是先来给来的家长验收都可以，或是闯关游戏都可以，一定要验收。你要验收，小朋友才有成就感嘛，大家说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原则，最好是要亲子共读，爸爸妈妈至少要有1个要陪读，这样效果比较好。对啊，所以这样来让小朋友真的表现好。然后6位小朋友，待会我们会先盖6个章，待会看看有没有小礼物可以送给你们。表示你们很有勇气，而且你们一定会越来越聪明。好，接下来好，大家都会了那这个回家要读几遍？每次就是回家一定要回家至少要读5遍。待会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程序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好，我们要开唐诗了。我们念一下经礼我们大家先念1遍。好，经曲解练5经礼，大家先念1遍，我看你念好不好听？对，开始。现今提起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红折
校会考试啊，然后你就这语音有读过，但是作者是谁你会忘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作者要念出来。好，跟着林老师念了，好，读心小有学开始。知识作者，经书百证，左手压，右手指，眼睛看，嘴巴念。好，跟着林老师念哦。屈前叶骨，金缕衣。一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好，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喜取少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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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堪折直须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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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待无花空折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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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各位亲爱的提醒呢，就说当我们带读经的时候，老师你本身你不要练得有气无力哦，真的。当我们练得有气无力的话，小朋友还会练得有气无力。就说心里一不去讲，小朋友这样练很大声很难，真的。就我们就好像今天划龙舟一样，就前面那个敲加油加油这样子一样，所以要练得很有声。好，我们教大家加油加油好不好？好，请大家跟我。举起你的右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左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双手，加油加油！好，再一次爱有鼓励预备开始，是爱有加油这样预备开始。举起你的右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左手，加油加油！举起你的好，加油加油！这样子，好，小朋友加油喽！唱唱会吗？就是这样子。他们带动大家的那个士气嘛，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篇幅，放时间表有点来不及哦。那跟着我在念哦，那我念上去，各位小朋友接下去哈。好，君里衣，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小朋友念下去，也开始。劝君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好，那我们现在哦，男生请举手，男生。你要把诗仪跟作者念一遍。好，那我们男生念上去，女生接下去，对，开始。七言绝句，金缕衣，你念金缕衣，杜秋娘就可以了，对，开始。金缕衣，杜秋娘。劝君喜取少年时。男生。直须折。好，时间比较好，男生跑，女生好。好，那我们现在女生念上去，男生接下去，对，开始。金缕衣，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那个哦呀，今天都在其中哦，像我现在在跟小朋友上完课了，他们还在那边朗朗上口，尤其是唱歌。唱歌下课了，他们还在那边，就是唱很多我们唐诗你都可以唱。好，所以具体这首歌也可以唱。我们小朋友来唱一看，想哈，好，那我先唱哦，然后跟着我一起唱哦。大家再念一遍，开始，继续念。劝君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好，小朋友现在念的时候要把那个诗语跟作者念一下哈。那跟着我念一遍了哈，跟我唱一遍了哈。劝君莫惜金缕衣。小朋友唱一遍，开始。劝君莫惜
天际须去上天时，天际须去上天时，我抬看着只须着，你们开始，我抬看着只须着。好，重点哦。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预备开始。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好，我们5排的小朋友来比赛哦，看哪一组比是这个唱的最好听。好，1、2、3、4、5嘛，好，我们从第一组开始，预备开始，距离用唱的哦，预备开始，先开始，好，先开始，好，我们要先开始是吧？对不对？好，预备开始，距离，预备开始。千金莫惜金意，千金惜去少年时。花开看着只须着，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这个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预备，1、2、3，好，你们真的很棒。好，第2组，好，第一组唱很好，第2组要加油，预备，开始。千金莫惜金意，千金惜去少年时。花开看着只须着，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好，唱得很好，爱的你好，预备开始。好，李老师在这边跟小朋友讲哦，待会儿整组唱，假如这位小朋友大家都有唱，你没有唱的小朋友，就是你要出来表演了哦，就是这样子哈。好，第3组预备开始，距离预备开始。莫惜金意，千金惜去少年。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好，爱的你好，预备开始。这一组好像跟是不是人数比较少的关系，我比较小声一点哦，是不是？还是比较含蓄的关系？好，我们第4组全部准备，1、2、3，预备开始，经理预备开始。莫惜金意，千金惜去少年时。花开看着只须着，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好，很认真唱，但是声音还可以再大声一点哦。爱人要报备开始。好，好，第6组了，1、2、3、4、5，第5组预备开始，唱大声一点，预备开始，距离预备开始。千金莫惜金意，千金惜去少年时。花开看着只须着，莫待无花，莫待无花红着枝。好，那春天声音有些点，那待会可以加3分，唱一下子。爱的你好，预备开始。到了这个部落想要加3分了，其实各位小朋友，你们都唱得很好。那明天有一个老师，他是歌唱专家哦，陶强老师哦，明天会教大家唱更好听的歌。歌声你听了之后你会很震撼，想说哇，这世界上竟然有那么美丽的声音，你不一定听得还好听，你听了以后你感觉这是一天堂哦。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明天好，但是今天我看起来是很棒哦哈。好，那我们在这个爱的小天使预备开始。爱的小天使。爱的天使，擦亮你的光纤，充满你的智慧力量，
那接下来哈，待会有时间我们再回过来。那我们现在看百孝经，看到百孝经了吗？哇，百孝经更神奇了。其实百孝经有7段，那因为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所以我们就先更5段。像呢，我们有一次前年我们去书展，台北书展那时候我们有表演，让小朋友去表演嘛，然后就有小朋友他分享性的说，念了百孝经以后效果太好了。像有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他就觉得说，有一次他妈妈晾衣服啊，就说他妈妈就跟他说，其实啊，我小时候常帮外婆晾衣服，常做家事的，所以然后弟弟就说，妈妈你好孝顺哦。他说哪里？他说，然后小朋友说，妈妈原来你就是那么孝顺哦，所以我才会这么孝顺啊。然后妈妈说真的吗？然后他的小朋友说，对呀，我们读经班有说孝顺能生孝顺子，你看小朋友念出来，你看多厉害，真的。那一个小朋友他在学校嘛，他好像比较倒霉的事啊。然后回来就跟妈妈说，妈妈，我可能要跟你忏悔。妈妈说，孩子这么懂事哦，为什么你今天不吃什么药？说没有啊。然后我说你问什么事啊？他说，妈妈，因为我最近好像有点不知道是什么事哦。我在想我想了一下我可能不够孝顺。妈妈说，你会这么认为啊？他说对啊，因为百孝经有说啊。诸事不顺，因不孝。所以小朋友说，妈妈，所以我要好好孝顺你哦。你看，妈妈好高兴啊，就说，参加读经班太好了。你看我孩子那么懂事，真的，有时候你发现小朋友他们很会运用的，真的哦。所以读百孝经，任何经理都一样，小朋友他们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就会运用，而且他们反省。所以百孝经真的很好。那我们跟着李老师念了啊，好，预备开始哦。好，跟着李老师念百孝经。百孝经，天地众孝，孝当先。天地全家安。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迎贤。孝顺子弟必迎贤。孝事人道第1步。孝事人道第1步。孝子谢事极为先。孝子谢事极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自古忠臣多孝子。精选贤臣举孝廉。君贤臣以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吃穿。孝道不独讲吃穿。孝道贵在心中孝。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则莫回言。孝亲亲则莫回言。习乎人间不是孝。习乎人间不是孝。唯心不孝天理还。唯心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怎知孝能感动天。哇，这样念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还可以请小老师吧，好不好？那我们先请小老师来带领，好不好？好，那我们来请其他小老师举手。有没有谁要当小老师？好，其实小朋友他们超爱当小老师的，每次都还1、2、3，然后每个都好多选我，真的他们超爱当小老师。为什么？因为当了小老师以后会觉得说奇怪，我今天从当小老师以后，我越来越厉害，然后我越来越聪明了。所以乔丹聪明吗？好，想出来当小老师举手，1、2、3，好，棒。百孝经，百孝经，天地众孝，孝当先。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迎贤。孝顺子弟必迎贤。孝事人道第1步。孝事人道第1步。孝子谢事极为先。孝子谢事极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自古忠臣多孝子。君选贤臣举孝廉。君选贤臣举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吃穿。
在心中笑。孝心亲者莫回言，孝心亲者莫回言。习乎人间不是孝，习乎人间不是孝。唯心不孝天理还，唯心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怎知孝能感动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念得很好？所以我们要送他一个爱的小叮当嘛。这个不是每个小朋友送，因为有时候这样会时间来不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送小叮当。好，小叮当大家会吗？好，那个我就隔壁动作哈，爱的鼓励啊，就画一个大的四角形，好，爱的鼓励，然后再中个四角形，然后小的四角形，好，好，爱的小叮当预备开始。大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中中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小小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家就对了，好，再见了，爱的小叮当预备开始。大大的叮当，叮当叮当叮，中中的叮当，叮当叮当叮，小小的叮当，叮当叮当叮。他喜欢跟他爸爸妈妈这样稍微打撒娇，就感觉天伦之乐，感觉很温馨的，真的。所以有时候适当爱的鼓励哈，真的蛮不错的。好，那我们现在李老师念4个字，小朋友念3个字哦，准备好了吗？好的，好，来孝经，好，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人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贤，孝事人道，第一步，孝子谢世，行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贵善，心中孝，孝心亲者，莫为言，习乎人间，不是孝，唯心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好，李老师念三个字哈，其他小朋友接哦。天地众，孝当先，一个孝，治全家安，孝顺人，生孝顺子，孝顺子，孝事人，孝子谢，是其为先，治古忠，臣多孝子，亲显贤，臣举孝廉，尽心节，义孝父母，孝道部，不孝之端，孝道贵，在心中孝，孝心亲，则莫为言，习乎人，天不是孝，唯心富，孝天理还，诸事福，是亦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那平常的话，我们可以在老师念2个字，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就先念1个字哦。就是我们可以练小朋友逐字让他们念越多，这样他们就越来越熟，他们就变成欲罢不能，真的，他们的喜爱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哦。好，那李老师念1个字哦，小朋友记得接哦。百孝心天，必共孝，孝当先，一个孝治全家安，孝顺人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贤，孝是人道第一步，孝子谢世其为先，治忠臣多孝子，君全臣举孝廉，敬亲皆立孝父母，孝道不独享之端，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者莫为言，行人间不是孝，为心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亦不孝，整。知孝能感动天。好，小朋友很认真的念一遍哦，完整念一遍哦。百孝经得开始。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治全家安，孝顺人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贤，孝事人道第一步，孝子谢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君显贤臣举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享之端，孝道贵在心中孝。
还可以用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天地正笑笑翻天，还有领主，我们都可以用。而且甚至我们用我们的这样拍掌，效果也不错。就是法无定法，只要我们用心思，有时候可以改变，但是真的不要过分的花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诚挚的说，我的心是说，每次最好适当的时候一定要给家长鼓励，因为小朋友的读经成功，大家知道关键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家长一定要鼓励家长，一定要怎么样？要送给他们2个字，哪2个字？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猜中的人会给他小礼物2个字好，前面也蛮不错但是我心中的答案大家知道，想要知道吗？要送给他们2个字这一句大家要框起来，好不好？这一句好好的鼓励家长看你要用讲故事的或者什么方法，反正每次都怎么样，要抓住家长的心，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的读经为了成功，除了老师尽心尽力以外，最重要是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家长的心牢牢的抓住，扣住他。那要如何呢？就要可以讲故事，故事不用太多，但是要把重点讲一些，或者说读经的重要。反正你就是适当的时候就是要讲一些这样会让你就说读经真的很重要，一定要这样想。很重要，因为有的小朋友觉得说，别人那么厉害，我还没那么厉害。但是跟家长鼓励说，其实只要你回去，至少每天读5遍，1个礼拜过了一定朗朗上口。我有问过家长，他们说第5篇就朗朗上口。还有家长觉得，这个连3岁左右，倒背如流，我这样子秘诀，他说第3天、第4天就可以跟小朋友接龙。刚刚我们接龙对不对？你一句我一句，妈妈一句，小孩子一句，这样子就可以了。你每天只要我们每天有落实。有专家有实验过你1个礼拜同一天你念了40次，1天念40次跟每天这样念的话，哪种效果好？大家知道吗？每天念，即使同样加起来总数是一样，但是你因为是每天念，跟一次念那个，还是要天天念，效果比较好。而且最好，就像吴老师说，空腹读经，让你的小朋友可以早上起来念，晚上睡觉前，因为这时候2个是记忆的黄金的最佳时候所以一定要坚持，而且老师也要怎么样？坚持，老师真的要坚持，因为读经和当小朋友成长，你真的会很有成长，而且会感觉，就是你心中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对，所以读经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有的时候小朋友不专心，如果提醒小朋友的，比如说这边念完有没有？好，让这个小朋友念，就是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小朋友从不专心然后专心，有很多方法可以一时上不完的怎么办？改天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可以，因为我们像我们花莲也有读经培训嘛，那在台南也有，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其实读经的境界还有它的领域，真的是让你感觉是很吸引人，而且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当我们读经的老师，我们会深深感觉到说，其实大家知道收获最多是谁？最多是我们自己。你会说，你当读经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表达能力、你的口才，而且你的那个讲话的那个语调方面你就觉得说，我以前没有这么好听，现在怎么越念越好听？真的这个是小朋友给我们的机会。所以能够当读经老师，我们真的要好好感恩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感恩就是有这么好环境，而且要感恩家长肯带小朋友来，而且要感恩小朋友可以来接受我们的教导。所以希望说能够有更多人加入读经教育的这个行列，这个行列真的是相当重要，需要你我他所有人。然后点线面，用我们小小的一颗花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那颗心。只要我们那颗心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把小朋友用力的、用心的把它教好。只要我们这个念头真的是把种子撒下去，把我们的爱心、耐心的种子撒下去，有一天，这个种子也许在土壤当中，也许有一天雨水来了，适当的和风，还有适当的空气，这个真的会长出很漂亮的种子种苗，也许是一棵大树。就像刚刚各位前写手提到说，我们希望我们孩子是一棵大树，对不对？顶天立地，对不对？而且刚刚比如说，不只是说像梨子树一样，不是只有自己成长，还要让别人也可以怎么样乘凉，对不对？所以读经教育就是可以做到
我们不但可以让我们小孩子好，而且可以让周围的小朋友，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他们的品德教育更好。因为所以读经教育真的很值得大家来投资，大家用尽心力，然后用很多方法，因为我们会设计很多课程，只要大家有心的话，我们多去，就是我们多来学一些教育课程，大家就会教得更好。而且大家知道吗？读经教育要怎么样才教好？大家知道吗？啊，坚持，对，大家马上记起来，好，鼓励一下，他们很快。非班哦，真的是资优班，对，都是资优生。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一定要，最重要的是要开始，而且我们要到每一班哈，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当明星老师，我们就赶快多多参与。像一些很会演讲的演讲家，他们说哦，要做好演讲的很厉害，至少要几场这样，100场以上。那我们读经班，你看嘛，1个礼拜你只要有2个读经班，你看，其实很快就可以打100场。你会发现说，原来我是这么优秀，原来我是这么赞。好，我们现在再来说，我们爱的我真的对，开始。先到，好，7:40以前我们就